防病養生神器，全球唯一心健阿拉斯血壓計。大家好，我係心臟專科李英兆醫生。呢部心健阿拉斯血壓計係全球唯一有專利又經過衛福部認證嘅胃部醫器六書字第001410號。衛福部表示，阿拉斯功能原理為心臟準備作用，利用心臟遠端短暫缺血與再灌流的作用機制，釋放細胞內信號因子，誘發心臟修護作用。修護作用即係修復同保護。換句話講，阿拉斯可以幫你防病養生，輔助醫療。其實阿拉斯已經有超過40年研究歷史，仲有6000篇醫學論文證實有效。你想要防病養生、輔助醫療、模擬運動、提升體能、延長健康期同生命期嘅話，我真係推薦你每日做阿拉斯，慢慢累積健康。呢個唔係廣告，係醫學公告。大家都相信西醫養生及阿爾斯血壓計可以養生嗎？趕快購買一台新健阿爾斯血壓計，天天養生吧！記得要掃 QR code。謝謝大家的收看，我是李英少醫師，我們下次見。